冇諗過喺香港都體驗到印度傳統嘅蕉葉節慶大餐，一共有28樣嘢，拎說明書對住食。喺呢塊印度嚟嘅蕉葉上邊，有專人逐道上菜。節日大餐食嘅菜式，平時唔會喺餐牌度揾到。雖然每樣好似得少少，但如果唔夠，其實可以添食噶。五顏六色擺埋一齊好靚，連個飯都同平時食嘅印度米唔同，淨係節慶先有噶。可以咁樣去埋食嘅。之後咧，呢一個三白撈埋一齊，跟住就 rasam。咁呢啲全部都係咁樣，即係拉埋一齊食都 OK 嘅。印度人傳統咧要用手食嘅，不過我驚攝晒入指甲入邊。本來諗住叫小飯，不過全部係汁要有飯撈。除咗條炸辣椒之外咧，其實冇嘢辣嘅，不過都預備咗 buttermilk 俾你解辣。但佢個味係又鹹又酸，好奇怪。飲品仲有幫助消化嘅孜然水。我係喺香港食素19年嘅 Kitty，中意食印度菜嘅你會唔會有興趣體驗下咁特色嘅節日大餐呢？